有人問我咩係循環，其實我都唔知道。於是我開始探索。唔用嗰樣嘢再用咗，再整返啲嘢。循環嘅意思就係再用多一次嘅嘢。我覺得循環係即使嗰樣嘢用咗好多次之後，佢都可以返到去起點有另一個用途。永續即係可以持續咁樣去使用一樣嘢，可以一直用。永續係一樣嘢可以不斷延續落去，唔會有一個結尾。後來我諗到，循環係結束同開始嘅相遇，丑果亦唔再係嗰啲丑果啦，佢哋變成新嘅顏色。而永續唔係選擇題，係我哋每一日嘅行動而留俾未來嘅答案。將永續嘅概念一代一代咁樣傳落去，就係永續嘅本身。